今仔日台语课总体检专题，咱来看2年前开始推动的这个国中、高中本土语已经在做是必须的课程。不过因为是考试未考，学校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资源的投入拢有影响。有学者认为讲，若真正要建立一个多元基本文化的社会，这政府的态度应该爱更加积极，甚至本土语言也无应该一礼拜才一节课尔。其实我上台语课无什么兴趣，不喜欢，因为我都不会讲，因为我觉得以后用不到。较早敢若国小有台语课，虽然即马国中、高中来必修，毋过因为教学已经断层，伫厝内阁无咧讲，袂少学生因为听无台语，无介意上台语课。嘛因为考试无考本土语，毋是升学的重点，毋若学生学习的意愿无悬，连带影响资源投入本土语。叫一声。就应一摆。高考事业者变台语教材，后生爱面对的挑战，就是学生台语程度差真多，台语册爱安怎编才符合教学需求。就是有发现说，现在的高中生好像有一点点抗拒台罗。若要爱愈侪出版社愿意研发台语教材，阁要爱提升教科书内容的品质。业者讲，上核心就是台语专中的师资爱稳定，因为通过台语师培的老师，才有法度针对教材提出看法。老师不知道这里面他的教学设计的一些美感，他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。本土语课程对国小到高中无影响，若教科书业者研发教材有困难，教育部落200亿推动生生用平板，本土语的所谓环境却无够完善。输入法的问题，一寡字无法度显示的问题，这就是一直拢无得到解决。国教院助理研究员林嘉怡表示，这是因为过去汉语理性发展的时，台湾敢若一个语，就是华语。厂商因为商业为华语做理，一般人追求的嘛拢是华语汉语，无欠理。台语客语的需求完全无去互照顾到。2002年时，都有学者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，呼吁政府要求3大系统厂商 Microsoft、iOS、Android 类本土语接用哩。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公权力，就是说，这些就是我们国家的语言。因为手机啊、平板系统内底无本土语接用的特殊字，这个字一定爱另外加入去才会当显示。毋过，就爱有人甲厂商讲爱做偌济字，也阁有做这个字的必要性。即马教育部已经有甲 Microsoft、iOS、Android 3个系统内底每一个系统欠什么本土语用字，所有资料拢总整理出来。刷落来这一步就是100多字，你只要甲伊加入去你的系统内底，安尼，阮台湾的台语甲客语的全部用字吼，咱伫咧手机啊、甲平板顶头都全部拢会当显示啊。国教院助理研究员林嘉怡讲，过去本土语因为政策的打压，来发展比华语慢一大截。即马要修补，共款爱用政策的力量，补足本土语师资，完善2个提价制度。后一步希望会当把本土语当作教学语言，让本土语真正进入教学现场，毋是即马一礼拜一节50分钟的课程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